啊，这个唱片嘛真侪人咧听。来，1973年吼，足久啊！哎，我也未出世，我1975，互人就一个这个 UNESCO 出版一个这个弄做田野这个叫 field recording 吼，这是安尼。这人的摇音乐歌啦吼，所罗门群岛啦，所罗门群岛，这人的摇音乐歌。啊，所罗门的这个人吼，甲咱台湾原住民算表兄弟就对啊，拢亲戚啊，我也亲戚拢亲戚。哦，南岛五族啊，南岛语族。啊，这个嘛是一个教授吼，受这个委托来录音，啊，搁采访，搁写吼，写真侪这个解说，啊，这变做。但因为这是学术性的这个录音吼，敢若博物馆内底这个博物馆内底的产品就对，所以讲，敢若真正学民族音乐的这个学者甲学生会去参考，一般人其实是袂去买这来听。啊，但呢，哇，20档以后，有一个叫做 Deep Forest， 啊，一个德国的两个人咧舞电影舞起来，嘛毋知安怎去听到这，袂歹，但是哎，这是马来亚的摇音乐歌。咧所罗门，这太严重了。啊，伊这个 Sweet Lullaby， 因为因这个团队叫 Deep Forest， 嘛毋知安怎去看黑白看，讲看啊讲，哦，这是刚果，刚果这个所在的摇音乐歌 Sweet Lullaby， 哦，这是因遐个原住，因为刚果遐个黑人，因身材较对就对啊，吼，大人啊90几公分尔，啊，咱一般叫做矮黑的，伊甲咱一般所讲的黑人，这个。无共款的族就对啊！啊，你讲哇，这个刚果这个所在，这个矮黑的，哇，你唱这个摇音乐歌，哇，感情的。阮即摆吼，要算讲要来表达咱对伊的尊重，吼，咱用这个 techno 吼，这个电音的这个方式，咱来教。教我真成功哦，这个创哦，教到最后 MTV 这个台，咱有一个这个台叫做 MTV， 伊这个唱片卖400万张，啊，我得大奖。哦，这个非洲刚果土地的矮黑，我们向你致敬。啊，这太平洋所罗门找到刚果，啊，都得奖，这个道理头的。啊，愈看花愈远啊。阮这个人是这个非洲的这个丛林，好，啊，即摆甲你讲，哦，这对吧？这拉的吧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其实是有影响歌，这是吼要探索咱这个心。这咱宗教拢甲做好啦，这个应该是毋知是挪威还是瑞典，吼，一个分萨克斯风的，吼啊，再过2年尔，你听到这个 Deep Forest 这个足感动的，伊怎啊想讲我来改编一下，怎啊搁写新的故事，愈看愈远，愈看愈远，啊，即摆讲叫做更较宗教有关系，啊变改到安尼。就是因为安尼。有真侪教授学者来批评讲世界音乐，忘着用指点邀请大家来欣赏台湾的音乐文化，但是无做功课，做了无好势，乌白乱看。啊，但是我所注定的毋是安尼咯，忘着这讲毋对啊。但是作为这个音乐学者，咱的责任就是甲大家交代，对啦，看毋对，我甲你看落啊。但这是一好的作品，听起来是毋是好听？至少袂歹听啦。因为你买这种唱片，你开130块，买一个卡大，你袂连生活来付出3个钱嘛？至少讲哦，好啦，袂歹听，好听啦，对啊。所以我所讲其实就是讲，咱自古早这个用路，海路古，啊，这个就是咱讲的 Silk Road 嘛，吼，依照伊这个航海的这个时代未开始的时阵，就是当兵。按日本到这个中国这个西路，啊，伊到这个土耳其西啦，迄边意大利吼，啊，了就是有海路，即摆是陆路。拄则人一开始就讲，即个大家国家的音乐，毋是啥物稀罕，因为大家拢通啊听音乐即个，啊，用无共款的国家异国的即个元素来创作音乐，这是真久以来就有的代志啊。搁比另外一个。Cajun。
这是吼，19世纪的时阵，英国甲法国战争，啊，迄当阵加拿大一个某一个所在叫 Arcadian， 哦，你遮放一个 A，Arcadian， 喺加拿大一个即个所在。啊，因为法国输啊，迄个所在本体法国咧管，所以即摆就是爱交换。英国就讲来，啊，即摆即个殖民地，即个土地开始我管。啊，你喺即个土地上的即个法国人，你会当转去你的后国家，你嘛会当去别个所在。啊，迄阵伫美国搁另外一个部分，纽奥良，哦，2、3年前、3、4年前，卡崔娜飓风着纽奥良迄个所在，啊，迄就是美国人讲。纽奥良迄个所在，阁是法国的殖民地，阁是伫管，所以真侪人袂愿转去欧洲，因为既然来到新代表，我是要来拍拼，要来新基业，我无想要转，所以无转的。啊，怎啊离开啊？要来按即个加拿大东北的即个小小的即个所在，要来美国的南方，吼，美国的即个南方路易斯安那州，啊内底有即个纽奥良即个，足远的几千公里呢。啊，怎啊你遐若有你爸母的公仔婆，你有田园，你有家庭，歹势拢袂当拢拖袂走啊。所以即个有一群人为Arcadian即个所在，哪行哪靠，真正是靠背兼靠腰的歌，真正靠背啊！迄老爸公仔婆袂赶走，啊因为散车靠腰嘛，啊靠背兼靠腰，为加拿大一直行到纽奥良，啊到即个所在大落来，因的厝边有乌人，后咱讲红红番啊，印第安人啊，美洲原住民，后乌人啊原住民大做伙，时间久啊，莫搁哭啦，哭也是无效啊。怎啊跋落来，开始甲有即个乌人，甲有即个原住民有交流，将乌人甲原住民音乐，啊，搁有用简单的即个 violin， 啊，搁有手提手风琴，哦，啊，搁有三角琴，叮叮叮叮叮的，怎啊斗做？本体是靠背兼靠腰，但到后来就是。啊，阮伫咧遮大落来，心机入来，开始变欢喜的歌。啊，即个叫做本来叫做 Arcadian 迄个所在的名。啊，即个 R 怎啊搭过来变 Cajun？ 我想咱理解咧，这 Cajun 有啥物好讲的？咱有格莱美奖有啊 ，Grammy Award。虽然讲毋是讲得奖就是偌厉害，你若想讲你颁一个奖，啊，你即个音乐奖内底有一个某专辑最佳 Cajun album，the best Cajun album，the best blues album。The best 什么 album， 表示讲哦，你即个音乐即项有伊的重要性，所以阮才有另外一个奖互你，对吧？咱即个金曲奖是安怎有？咱当然嘛以即个欢喜为主，但是咱有客家，咱有原住民，咱有真济项，是安怎遮济项？有政治的问题内底无着，但是表示讲即个音乐有伊的重要性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法国人。为即个足远的所在，啊走来美国的南方，甲乌人、个原住民交流出来，所出来即个音乐，啊，就是厝边的音乐交流了，就变哦，咱袂当讲这 classic， 但是意思就讲，至少这已经过100多年啦，吼，100多年啊，已经变真重要的一项。好，所以讲，即个他者 the imagination of otherness， 啊，这无多片面，咱每一个拢会安尼，所以我讲的，所以韩国人你就要安尼，日本人你就要安尼。这本来就是安尼，你的知识愈侪，你所了解的愈宽，你会尊重，你会袂讲哦，袂当一开始就讲安尼判断安尼讲，爱讲了解较侪。但是不管安怎，咱对他者即个想象，吼，这无多漂亮。但是呢，经过时间的即个考验，你若留落来，你就敢变一个传统，变真重要的。所以对于一寡老师的批评，我是讲无好。我是讲退一步来想，这是伫咱人类吼咱即个文化全球的音乐文化进步的一个过程。互恁听一个歌，要结束进程。定内阮大家拢知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甜蜜蜜，这就是甜蜜蜜的原片。这是印尼歌哦。甜蜜蜜原来是大英3版咧顾存啊啦，3版是3版啊咧顾存啊。啊，这什么叫什么歌？伫咧印尼即类的歌叫做 Kronc， 要试看卖无 ？Kronc， 要怎念？好，你是华侨，是不是？华侨对印尼。哦。免讲，
对啦。昆虫啊，但是我印尼的朋友甲我讲吼，为着要表示讲对即种音乐的尊重，甲教育，你昆虫安尼就是无够啦。你讲昆虫，昆虫，啥叫做昆虫呢？因为昆虫是啥物个？昆虫就是乌克丽丽，乌克丽丽掠起来，昆虫，啊，就是昆虫啊。啊，这个乐器吼，本来是印尼这个所在，啥物人咧听，啥物人咧听。印尼本地人无对，但是是啥物？进前葡萄牙，荷兰还未来时，葡萄牙人来啊遮，欧洲的白人来啊遮大落来无走。欧洲来的时阵，带荷兰来，奴隶嘛吼，所以讲荷兰、白人啊，个鱼人，印尼在地鱼人三种的这个民族同分。哦，生的这个特殊，啊，这叫做啥？这讲起叫做杂种。啊，伫咧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的时阵，一般印尼人看这是袂起的。咱华裔人嘛，人讲你是个杂种，这个血统，什么意思？讲你的血统无纯啦。你看咱以早要要来做皇帝，哦，时阵哇，这声孩啊，找无人要来接手了吼，啊，无找这个阿姐是啥无？伫英国的时阵嘛是啊，亨利八世过用了后，毋知偌久了找无人哦，无伊血统的人哦，啊要怎办？走到苏格兰去找啦，苏格兰去找，因为亨利八世有一个查某囝嫁去苏格兰，啊，就是亨利八世是迄个人的外祖公就对啊，怎啊 James the Sixth， 詹姆士6世，叫倒来英格兰做皇帝，因为。爱有即个血统才会使，所以有一寡族群对血统的认同足着，唔再甲骂讲你杂种混干，这就是甲你民众啦，讲你即个血统无。啊，即个昆虫就是伫咧即款社区内底啦，A 来了恁啊，吼，用即个西洋的 flute 吼长笛，啊大吉他、大乌克丽丽，啊一开始无随便对，因为一般人袂去甲伊接触，但是改变啦。1943、44年的时阵，日本即个吼大东亚战争去拍印尼，啊印尼啊规片人强起来，啊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就是，你袂当听英国甲美国的音乐，这是第二个音乐，会影响到你的品德。所以讲真济，包括台湾嘛是共款哦。台湾迄当阵，你若去小查一下，咱讲唱片叫吸盘啦，有即个吸盘回收的即个运动啦。恁兜有即个American Jazz， 紧甲搬出去。莫放咧厝，甲中国大陆迄个文化大革命时阵，有影紧摕出来。所以你当阵就是伫咧印尼哦，迄种美国流行歌都袂当听啦，迄种 jazz 拢无，无要听啥？爱听迄 jazz 的人，怎啊想到讲，咱有一款物件叫做昆虫，迄听起来敢若 jazz 都袂歹听，昆虫会当听。所以伫咧战争的时阵，大拢来听昆虫，听到最后战争结束了，印尼也独立时阵呢，昆虫其实嘛袂歹听，无继续听。安尼昆虫怎啊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而且佫较含的。1940年代、50年代，印尼独立了后呢，有真侪爱国的即个歌曲是用昆虫的方式来唱。有一首歌叫做《梭罗河畔》。Bengawan Solo， 星月真迷蒙，不管离你多远，都叫人颠倒魂梦。足好听，有华语的，也有台语的，真侪分话啊！你即摆想看觅，我若爱国歌曲，即个爱国歌，咱以早有我们国父首创革命血路，足严肃的歌对无？你即摆若唱着讲，我们国父首创革命血路，敢若怪怪对无？但是昆虫。经过考验，经过这个考验，所以你爱。最好听嘛。这个听来不熟。
所以咱的这个歌吼，乌白豆，我就用乌白豆，安尼较直接。乌白豆豆出来这个物件，那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咱讲这是杂种歌，混蛋在听的歌，歹势吼，变成爱国歌。啊，你若厝内有这个咱讲外的吼，家政服务，那你甲问讲，你有听过昆虫？你有听过变个我手呢？你讲哇，这个是我 grandpa 在听的耶，好好听耶，也要甲你讲。哦，所以讲，今日我所讲的同辈就是讲吼，不管安怎，这我无爱讲，嘛。我意思就是讲，把握你所有的机会，你有真济这个吼，真济所在人啊听歌，不管是网络还是 YouTube 啊，这种所在拢有，而且你嘛真济机会会当去参加这款的演讲。演讲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哪遮奇怪？啊，你马上我想到讲，可能有一群人甲我无共款。因的音乐美感到无，可能这音乐后袂乱动，到唱偌年了，即摆可能听。啊，阮祖公咧听的音乐唱偌年，真正我即摆毋知走去哪里。所以，咱评分时间的即个考验，吼，就有咱留落。啊，你透过世界音乐，透过无共款的声音，透过人甲你指点，你会当享受搁较侪型的。好，今日演讲到这结束，感谢。